124比97，廣東隊喺常規賽最後一個主場咧順利擊敗咗龍獅啦。咁啊，最終亦都係達成咗11連勝。咁但係咧，你話呢場比賽點樣去分析咧？我諗第一節係佢哋打得最差嘅，第一節佢哋有9次嘅失誤。咁但係咧，呢一樣嘢隨住比賽嘅進行咧，喺下半場有咗改觀啦嚇。咁所以喺上半場咧，自己打出嚟嘅進攻唔係話咁好。唔係咁流暢，斷斷續續嘅情況下咧，其實都幾艱難嘅，因為一直咧亦都係比戰意更加濃厚、更加專注嘅廣州龍獅喺個分差度咧係追住㗎嚇。咁但係第3節開始，咁就胡椒仔嘅發力啦、徐傑嘅發力啦，咁亦都係開始拉開咗廣東隊咧國內球員佢哋喺進攻端嘅一啲嘅序幕啊。咁所以咧睇翻佢哋成個下半場，其實佢哋嗰個嘅專注度咧會比上半場高好多。嗱，上半場完咗之後咧，廣東隊有15次嘅失誤，但係第3節打完咧，佢得18次失誤，即係話第3節有3次嘅失誤，而第4節更加只有1次嘅失誤。咁所以呢個就係講緊佢哋嘅專注度提高咗啦，咁啊失誤減少咗啦，咁啊效率咧，從而亦都係提高咗嘅。咁啊當然去到第3節開始就已經見到垃圾時間出現啦。咁但係唯一可惜嘅咧，就係綿羊仔咧喺第4節咧突然之間嘅高空接波之後落地受傷咧，呢樣嘢多多少少令我哋好擔心。咁啊賽後亦都有問過佢，行路仲行到，但係咧就痛就一定痛啊，整緊條腰嘅側邊咁樣樣。咁就希望咧綿羊仔啊早日康復。咁你話睇翻呢場比賽全場嚟講咧，咁廣東隊嘅2個外援和達斯同埋韋恩斯咧，呢場比賽係上半場佢廣東隊喺得分場領先嘅一個功臣嚟嘅。而去到下半場啊嘛，胡明軒亦都可以喺進攻端持續翻嚟，全場比賽胡明軒攞15分啦。咁而另一方面杜潤旺亦都有13分。咁所以總嘅嚟講，你話場場都好似保持上一場53分擊敗廣廈咁，就唔係咁實際，但係至少可以喺比賽過程當中咧去調整自己嘅狀態。啊，常規賽得翻最後2場比賽啦，都係客場嚟嘅。咁啊，儘管而家廣東隊嘅排名咧已經唔再受呢個成績嘅影響咧，有咩嘅變化，但係亦都希望廣東隊嘅球員咧可以保持健康，然之後保持自己嘅狀態，順利完成常規賽最終嘅比賽啦。咁我哋今期嘅復盤係咁先，下期再見，拜拜。